第二咧就係聽到咧唔飲得豆漿啊，咁中醫認為咧適量飲豆漿啦，其實係可以滋陰潤燥啦、利水下氣啦，亦都係可以養顏補虛㗎。咁其實咧豆漿裏邊嘅一啲植物荷爾蒙咧，同一般嘅荷爾蒙咧係有唔同㗎。咁豆漿成分咧，對於癌症病人嚟講啦，其實一般咧都係屬於好安全嘅。咁營養學角度嚟講啦，若果病人咧係有飲食豆製品嘅習慣嘅時候咧，喺治療期間啊，只要一日裏邊咧係唔飲用或者食用咧超過2份嘅豆製品，例如係豆漿或者豆腐花咧，其實都係可以接受㗎。咁而且咧有外國嘅研究咧，亦都顯示啊，食大豆咧反而係可以減低咗患乳癌嘅一啲機會添㗎。根據2009年美國醫學協會雜誌嘅一篇研究顯示啊，佢哋咧揾咗大概5000個乳癌嘅康復者做研究對象啦，探討翻咧黃豆攝取咧對於乳癌病人嘅一個存活率嘅影響啊。佢哋將大豆異黃酮攝取量比較多同埋比較少嘅康復者做比較啊，結果咧係顯示咧治療後嘅一啲乳癌病人啦，食多咗黃豆嘅食品咧，係可以顯著咁樣減低咗乳癌嘅死亡率同埋復發嘅一個危險性嘅。